喺中山石岐乳鴿咧就食得多啦。今日過嚟中山嘅石岐區係一個總價38萬就可以買到2房嘅樓盤啦，真係筍到爆啊！馬上入去睇下先。依家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啦，項目名咧就叫駿柏公館啦。佢係位於石岐區同埋東區一個交匯處啦。前面呢條路咧就係喜灣道啦。咁我哋隔籬咧就係石岐嘅總部經濟區啦。市政府都係喺我哋隔籬啊，同埋一個盛景上風 CBD 都係喺隔籬。咁可以咁講啦，呢個係整個中山一個核心位置嚟噶。咁我哋周邊咧有5大商圈，星河商圈啦、遠洋商圈、利和同埋假日商圈、大信商圈啦，相當之方便。咁我哋對面咧就係我哋嘅沙江墟市場啦，好多香港人咧節假日都會自己揸車過嚟呢邊。食飯行街購物都係相當之方便嘅，而且嗰邊啲嘢咧真係平靚正啊！咁講翻交通方便啦，如果出行嘅話咧，喺盛景上風呢個站位咧，亦都有直達巴士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啊，相當之方便啊！咁我哋再睇翻我哋一個項目嘅情況啦，咁佢係分咗2棟建築嘅，一棟咧就係開發商自持嘅，咁我哋依家在售咧就係呢一棟啦，咁依家4.5米層高嘅複式單位啦，33平方可以做到2房啊，而且係精裝修，依家總價咧38萬咧就可以買一套2房嘅單位，相當之靚啊！咁而且咧我哋可以交俾酒店託管啦，租金咧係高達2300蚊噶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馬上上去示範單位參觀下。依家嚟到我哋33平方嘅2房嘅示範單位啦，4.5米層高嘅複式啊，非常之靚，做埋中空嘅客廳。咁上邊咧係2間房嘅，入戶門嘅位置咧就係廚房同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呢邊仲配備外露嘅陽台啦，同樣都係 Q 高4.5米噶，景觀同埋視野咧亦都係非常之靚啊！咁我哋上去2樓參觀下休息區先啦。上嚟我哋2樓參觀下啦，咁樓梯咧全部都係鋪咗雲石噶，咁入到嚟呢邊咧就係一個空間啦，可以作為書房或者係休息區都係冇問題噶。呢邊仲有一個房間啦，而且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完全贈送噶，可以作為一個儲物空間去使用啊。咁我哋再過嚟中空呢邊啦，睇翻整個視野同埋景觀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噶。總價38萬就可以喺中山咁靚嘅地段攞低一套2房嘅單位啊！你有冇興趣呢？有興趣嗱臨聯繫我啦，拜拜。